故事從一張地圖開始，從組裝第一台電腦到回到母校執教，鄧淑明博士從未離開過佢熱愛嘅地圖。由大學教授變成創業者，源自佢義務為香港製作第一張直披地圖開始。呢個就係佢嘅初心。1997年 Esri 中國香港正式成立 GIS for Everyone， 即將邁向30年，我哋嘅 GIS 延伸至香港每一個角落，從政府、醫療、教育、環境到公共事業、交通運輸以及整體嘅基建發展，超過90%政府部門以 ArcGIS 作為核心平台，從工程建設到智慧校園，從大學研究到社區服務、地理資訊，賦能每一個決策。當危機來臨，地圖成為守護城市嘅第一道防線。GIS for Everyone， 呢個唔只係口號，呢個係我哋多年嚟嘅承諾。近30年嚟，技術從未停步，從紙地圖到 GeoAI， 每一步我哋都走在最前。GIS 係智慧城市嘅基礎建設，連接空間數據共享平台上過千項數據集。GIS 唔只係地圖 ，GIS 就係 AI。當地理空間遇上人工智能 ，GeoAI 誕生啦。落實 AI 加戰略 ，GIS 深度融合，驅動行業轉型，成就香港未來。AI 協助尋找失蹤行山者，預測蚊媒疾病風險，激光雷達實現重建3維城市。AI 加 GIS 正在改寫香港嘅可能。AI 加 GIS 為香港嘅未來而生。超過300間香港中小學同所有大專院校，佢哋選擇咗 ArcGIS， 選擇咗我哋。今日我哋更進一步 ，HK ArcGIS， 香港數據、香港工具、香港製造，共享數據，共同願景，同建我城。本地研發，本地支援，與國際版同步更新。香港嘅 GIS 平台由香港人守護。近30年，我哋培育咗一代又一代嘅 GIS 人才，支持呢座城市嘅每一個決策，以創新驅動，贏得專業信任，回歸社會社群。呢個係 Esri 中國香港多年嚟不變嘅核心。30年係下一段旅程嘅起點。多年嚟，我哋構建咗呢一座城市嘅地理基礎。未來30年，我哋將繼續與你同行。Esri 中國香港建構我城，與你同行30載。